各位聽眾，歡迎收聽啱啱好，我喺度，我係 Maggie。喺呢度，我會同大家分享女人40嘅生活體驗，同大家一齊去探索到底點樣可以好好照顧自己，令生活變得更加輕鬆同有趣呢。上一集講到底乜嘢係孤獨，由心理學角度出發，了解佢嘅定義同埋會有呢一個感受嘅原因。原來感覺孤獨只係一個平凡嘅現實，每個人都必然會經歷。唔知你聽完會唔會鬆一口氣呢？當我哋能夠了解咗個原因，就可以由忍受變成接受，再適當咁樣處理。人始終都係群體動物，我哋點都要有社交。咁到底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排解唔同種類、唔同人生階段嘅孤獨呢？今集我就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實際可行嘅方法。孤獨其實並冇想象中咁可怕，只係我哋由細到大都俾呢一個詞語本身同埋周圍嘅人嘅負面態度令我哋感到壓力。我哋上集都講過啦，除咗一個人會感到寂寞，就算身邊圍繞住一大班人，我哋亦有機會因為覺得無法被理解而感到孤獨。孤獨其實都有兩面，正面即係獨處，當一個人能夠平靜咁同自己單獨相處，安然咁面對赤裸裸嘅自己，自然能夠好好享受嗰個空白又誠實嘅瞬間。而反面就係孤單，係一種被動而又唔舒服嘅負面感受。我哋嘅大腦其實係冇辦法分辨痛楚到底係來自我哋嘅心定係我哋嘅身體，所以如果我哋長期感覺孤單，冇辦法走出嚟，咁對我哋嘅健康係有好大嘅影響㗎。要面對同排解寂寞並唔係非常困難嘅事。首先，我哋要分別自己感受到嘅係屬於邊一種嘅寂寞。如果單獨一個人嘅時候，感覺特別焦慮，覺得好似被世界遺棄咁，呢種可能係屬於焦慮型依附。只要重視嘅人唔喺身邊，就有種強烈嘅不安。但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同責任，亦未必每分每秒都想同其他人一齊度過。但咁樣並唔代表呢個人討厭你或者唔重視你。我哋應該花多啲時間關注自己，培養新嘅興趣，咁樣喺下次再同親密嘅人見面嘅時候，亦都有更加多嘅話題同感受可以同對方去分享啦。上集提及，人類會害怕獨處嗰陣，要面對嗰個喺陰影入面唔完美嘅自我。心理學家 Kristin Neff 就咁樣講：孤獨嘅時候，人類的確會對自己特別苛刻。我哋應該多啲自我同情，即係 self-compassion， 將自己當成最親密嘅朋友咁，講溫柔嘅說話。除此之外，亦可以做啲能夠將自己帶入心流狀態嘅事。心流即係 flow， 係正向心理學入面提及嘅一種處於最佳體驗嘅狀態。當你集中精神喺當下做緊嘅事，逐漸進入忘我同全神貫注到連時間飛逝都感應唔到嘅境界。而家將啲電話、電視放埋一邊，我哋可以手寫日記、砌模型、畫畫，或者自己好享受嘅興趣。呢啲活動最好係有少少挑戰性，又唔過於困難嘅。咁樣我哋就會感覺到一種正到廢寢忘餐嘅體驗，一切喺掌握之中嘅滿足感，自然冇位再俾孤獨行入嚟啦。喺外國地方居住，搬完又搬，我係點樣排解喺異地嘅寂寞呢？一開始，我嘅寂寞係源於太在意人哋嘅睇法。喺呢啲人眼中，我係外國人，
咁係咪代表咗佢哋永遠都唔會接受我呢？因為文化隔膜同語言障礙，要好好咁表達自己，揾一個交心嘅朋友並唔容易。加上每次去到新地方，就代表我喪失咗原本嘅社交網絡，自然令我對新嘅社交產生恐懼同焦慮。講真啦，唔好話去外國，就好似我哋去到一間新嘅公司、團體、新嘅環境，都會有同樣嘅感覺。除咗對嗰個環境感覺到格格不入，亦好擔心嗰度嘅人會點樣睇自己。與其任憑人哋猜猜度度，不如我哋自己走出去表現一下，我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我哋要放低嗰個我必須要完美嘅面具，表現出真誠同真心希望交流嘅一面，咁樣先會揾到一個能夠同你連結嘅人。心理學入面有提及過一種叫做脆弱的力量，呢種力量就正正締造咗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同初相識嘅人溝通，比起問人哋嘅婚姻狀態同職業，試下問翻一啲真正有溫度嘅問題，例如平時你會做啲乜嘢舒壓呢？或者最近有啲乜嘢令你好有感觸㗎？呢一啲更深入內心世界嘅互動，透過呢啲對話，你會慢慢揾到嗰個能夠同你連結嘅人。喺人生唔同嘅階段，都會有一份專屬嘅孤獨。諗落呢件事都幾優美㗎。當你過咗嗰個階段，你就唔會再有相同嘅感受。20幾歲嘅時候，我哋對於單身同社交都會有焦慮，希望身邊都圍繞住好多嘅朋友，對愛情亦充滿好奇。呢段時期正係學習獨處嘅最佳時機，因為只有能夠喺獨處之下揾到平靜，能夠坦誠咁面對自己，咁先唔會因為怕寂寞而匆忙投入一啲冇質素又錯誤嘅關係。而當我哋結咗婚、生咗仔，或者工作進入軌道之後，我哋每日就扮演住照顧者或者工具人嘅角色，慢慢冇咗自我。呢個時候，揾翻一啲同自己有相同或類似經歷嘅人去傾訴，你會發現原來有人能夠理解自己，實在太好啦。隨住年紀越嚟越大，自己都即將進入退休年齡。呢個時候，你嘅仔女已經獨立，唔再需要你日夜嘅陪伴同指導，甚至已經離開咗屋企，建立佢哋自己嘅家庭。你已經唔再需要為湊大仔女而疲於奔命。雖然我哋成日話養兒100歲，長憂99，但係喺適當嘅時候，我哋必須要放手，俾佢哋自己去面對生活。幾十年嚟，朝九晚六都係喺工作中度過，突然就多咗一大段空白時間，你個心好似突然間被掏空一樣。當你覺得自己心態仲係好年輕，呢啲巨變就係突然間降臨，呢一種真係極其巨大嘅寂寞。我會話呢一個係人生中最大嘅一個考驗，要點樣接受自己原來已經完成咗呢個階段，或者由另一個方向諗，你而家正進入一個全新嘅階段。呢個時候已經冇任何嘢可以阻止你自由自在咁生活。享受工作嘅人當然可以繼續工作，呢個時候可以揾一啲冇咁大壓力、令你有幹勁嘅工作。喺呢一個年紀，你更加需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多啲出去行下，呼吸新鮮空氣，做運動，等自己每日精力充沛，然後就去做任何想做而仲未做嘅事。我最近睇緊一本書，叫做《Die with Zero》。唔好將你嘅錢留到死。與其諗住要儲好多錢留返之後用，或者留返啲錢俾仔女，不如你喺呢一刻你仲行得走得嘅時候，盡量去用呢一筆錢做你自己想體驗嘅事，圓一啲未完嘅心願。畢竟人生只有一次，就好好咁運用佢啦。你有冇諗過，如果我哋自己都冇辦法完成自己嘅心願，諗住你仔女去完成，你仔女亦都會諗住
俾佢哋自己嘅仔女去完成。喺呢個循環入面，就永遠都冇人可以達成自己嘅心願啦。你必須要自己行出去，先會鼓勵到你嘅仔女都踏出自己嘅舒適圈，以身作則啊嘛。無論仔女去到幾多歲，都仲係會望住父母，俾佢哋嘅身教。講到呢度，我哋已經知道咗接受孤獨嘅重要性。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真實又正常嘅感受，亦都了解咗有咩實際方法排解寂寞。我明白要學識同自己相處，要接納人生嘅各種孤獨，並唔容易。唔係講兩句就可以突然間變得個人好開心。每日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重要嘅係我哋唔好逃避自己嘅感受，無論哀傷憂愁，我哋坐低落嚟望下造成呢個痛楚嘅原因，同自己正面交涉。有好多事情已經發生咗，過去咗，已經翻唔到轉頭。呢啲係我哋人生嘅一部分，已經冇辦法去改變。唔需要逼自己去忘記，但我哋可以學習放低。今日係我哋可以控制同掌握嘅，未來雖然未知，但我哋都可以靠今日去創造。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日後會同大家再講更多關於點樣去享受孤獨。下一集我哋將會轉下話題，講下點解啲人成日都話要培養興趣，持續去學習新事物，梗係為咗尋開心啦。呢個講法原來真係有科學根據嘅。多謝你收聽，啱啱好，我喺度，我係 Maggie， 請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逢星期五會推出新嘅一集。喜歡我嘅頻道，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 Instagram 同 Thread Chilling in Time， 嗰度會更密集咁同大家分享我日常生活嘅所思所想。下星期再見啦，拜拜。